長，你有冇發現有時你講極，小朋友都係冇反應呢？呢位媽媽咧嚟揾我話，7歲嘅女咧好難教，唔聽話，成日反應慢。佢好想知咧，究竟小朋友嘅大腦係咪有問題？我睇完 TQC 份報告同佢講，唔係有問題，而係節奏唔啱。個女咧屬於老虎性格，感覺快，行動快，好想自己做主。但係咧左腦語言區咧就比較慢，聽得明，但係未必講得出。所以咧媽媽講得多咧，佢就會走神啦。唔係唔聽啊，係聽唔入耳啊。而媽媽咧就係冇尾熊性格，講嘢比較侵氣，往往咧一件事有10個步驟都仲未講到重點。老虎仔要效率，媽媽要過程，兩個腦嘅頻率完全唔同啊！我喺現場問個女，媽咪講嘢會唔會太長氣啊？佢笑住話會啊，有時佢講到我都唔知佢想我做啲乜。其實小朋友唔係反叛，而係想你講得簡單啲、直接啲。我教媽媽咧用3句說話原則：先講時間幾時做，再講重點做啲乜，最後講鼓勵。咁樣講咧，小朋友反而會主動配合。TQC 唔單止睇潛能，更幫父母咧調整教養節奏。當父母學識對頻，小朋友就會自然穩健快樂。我係譚老師，用 TQC 睇清孩子背後嘅需要。留言 TQC 關注我，送你30分鐘親子諮詢。懂孩子之前，先懂自己。